乡亲好，欢迎收看出面台会，我是王小琪。我俩下呢是来到新竹关西嘅景山，乡亲朋友看到我后背咧个普通嘅山，看起咧其实佢唔系山，本单咧山派嘅高度系到降照该打不停哦。旁边后背架出来嘅系跳过驾驶面前到关系采空时节，某个嘅奶烧炖到该打不变成树那强用，不过佢嘅内容系下相同嘅哦。今面为小佢讲暴风落太水，佢就会恶下来。其实呢，咧个关系嘅采空已经天体咧到咧下有10公年研究咧哦，你啊，近期部嘅溃风还有染政府嘅正旗之下，係咪有可能到咧後部嘅山派超過70公頃嘅維數，就會重新考慮復採潰礦？當地嘅居民到底對呢個規劃案有乜嘅意見？佢嘅意見有合理麼？呢啲下呢都會去到嗰個移民苗嘅面條前，強調咧染政府，強調咧律師，還有相關嘅規劃單位推表，讓呢啲財地嘅鄉親強下來開講。開會了！大家你下天天讲跳来到你下移民苗嘅苗片签哦，其中大家都咧用数下，大家都会开讲，因为佢哋关系，了解清楚关系，了解跳过呢有了解溃采石灰石礦嘅歷史，係咪都天體嘅動動年過後，你下有會個潰采，兩批為大家紹介裏邊，第一位呢紹介係呢新竹縣政府環保局嘅副局長，老副局長你好。各位鄉親大家好。歡迎呢個老時新副局長。第二位来宾，我们介绍的是我们的谢律师，律師你好。小琪，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現場看到呢採題動作關係嘅前面吼，大家來到現場，大家好。到底兩隻潰石礦嘅議題，佢係乜嘅情形？到地方又有哪條上任？到正式討論之前，來看記者所做嘅報道經歷。天采新議園嘅玉山礦場已經有3個單位申請復採，但係有停止運作嘅機器，未來有可能執行任務。遭到天然消息傳出，就引起地方關心。地方上希望開發案實在帶本地方工作機會，少少甚至人口回流。水土保持、空氣污染，呢個爆破嘅呢個石頭灰沙走石啊，呢唔好影響到農民嘅鄉親。同時，都傷害到農業產品嚟說啦，你要讓佢好好做隻補償，道路各方面上，你一定要讓佢好好維持，唔好將講衝差落來，影響到我地方。我從呢一點係你做得到，我相信我提提嘅裏面韓國關係全面又冇多反對嘅意見。雖然復採是在為地方帶來繁榮，不過過去採礦40萬年，造成嘅後遺症多了下還係要。將廢土袋順向走山，造成足30支以線部分嘅路走位，當土牆被劈，嚴重影響下輩居民嘅生命財產安全。廢土堆在那裡，那過去可能都沒有辦法把它能夠好好的處理，那可能會造成居民因如果有大雨來或者是地震的情況的時候，那周邊的居民其實陸續都有曾經反映說，這個土石流的情況已經都曾經發生過了。那這個問題先前在開採的時候沒有辦法解決，而如果我們要再一次的開採、重新復採的話，那這個問題只會越來越嚴重。那我們先前的問題沒有解決，怎麼能夠再去談新的案子？舊嘅問題冇解決，外國重新開發，當然保證本來嘅問題唔會再發生，甚至係更加嚴重。同地方發展同居民生活相衝突嘅是，充分溝通同善意係化解問題嘅好方法。同時，亦係值得崇仰嘅比較過程。好，我想因為要討論了解事情吼，所以先本大家地圖了解相關嘅地理位置圖吼，來看一下了解嘅為潰礦嘅位所係到哪一位呢？大家看到了就係這個亞泥哈，這是一個山頂上，什麼呢？亞泥度了片，還有羅瓊宮、老羅瓊音，了用提出嘅名叫做是新牆嘅為潰採嘅所在係到了山檔吼，為修馬嘅呢，因為看到這個紅色線呢，就是一個土石流的淺式溪流，所以村民有的是不是擔心說？
这个山顶上如果开采了之后呢，如果土石水保没有做好，会不会影响到山下的聚落？我哋看到200回馈大概10分10控吼，台地的分组3个按了啦吼，分成 A、B、C 3按，安尼看到，体界像系跳下看到老琴因，既有回馈28公顷，老琴讲呢回馈18公顷，还有包括亚洲水泥回馈26公顷，台地通邦加鱼类吼，钓鱼类是73公顷人啦吼，那。预计开采嘅时间呢，系通邦都系10年，回馈10年。看看呢，既然剩3个咧10分10个量啊，用通邦顺起来吼，73加82加69，系差不多系2邦25万公吨。按个量算台海的水呢，其实我们1年平均的产量大概在1500万公吨，所以占了1/7。那个量也算每南摩和以太哈。那玉山矿场这个开矿公司在1958年就设立的。到1966年嘅时节就正式来生产，当然东西街也有亚洲水泥，他们是共同合作开发申请哈。看到该世界嘅快采面积就有78公顷，大家看到这个数字有没有想到？刚刚我们看到另外一张图，它3个案子加起来总面积也是73公顷，所以偏偏都会强杂为开发嘅位数啊，跳过就会按用开发。为什么还要分成3个案子来申请？是不是开发面积比较小，环评比较好过呢？很按用吗？当2023年嘅世界因为政策的关系，就停止在西部继续采矿了哈，所以到了哈也经过了又12年了哈，所以每天。应该会请问安尼环保局嘅副局长，基本因为你系新竹染府凤嘅推标啦吼，他该会想到讲，200你们是整个西部县市第一个跳出来说要申请复采，该世界为亏空，你咱染政府该篇也讲冇诶。高雄一片改见面，香港讲这个石灰石采矿业要滚出高雄。用办讲，你新竹染政府本单已经停停10公年嘞，你看电都起来讲哦，新强来复采。系马嘅动机呢？统一复采吼，原来美是环保局那边的权利啦吼，伊归到县政府去个公务处那边吼去处理的事情吼。该时个家庭那个事情那些又经过加摆的开会吼，然后叫做劳工吼，还有叫做产业界吼，又开会吼。绕开会的结果吼，全本经济部矿务局那边。结果系嘛改咯？后来经济部矿务局又只通知你那边，因为那边参加开会，因绕叫做意见吼，是认为吼那种产业吼都在繁荣地方经济，跟增加地方税收，吼创造就业机会，跟劳工工作权这些的考量。东南亚。国家产业都需要开发啦。那当然原本在衡山这边，它亚泥的厂是还存在，那就是它有它的业者的考量，他提出这个需求，那经济部它有这个动向，可以让各县市政府去认为，这个有没有需要。各县政府认为有没有需要解禁？所以对我们新竹县政府来讲，觉得很有需要解禁，所以你们就去申请了。县政府这边就提出这个。是的，谢谢我们副局长。新竹县政府这边提到说，其实这个石灰石矿的复采对地方是有正面的注意，因为可以带来地方繁荣，可以带来就业机会，可以带来经济效益。那环团这边的立场。开采石灰石矿，为什么环团会不支持？为什么地方有一些民众的声音，像我们刚刚影片讲到的，他们就是有忧心，觉得这样子的开发案可能不要那么急着答应，那么快是好的。其实我们是在93年的时候就被划成的是一个保留区，到98年7月，其实经济部就解禁第1次喽。可是，在当时候，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到，那时候还是有很多这个风灾啦，然后土石流等等的一些环保的问题，而且同时我们水泥东移的政策其实还是存在。那么其实也没有这个开采的必要，而且基本上当时候除了新竹县政府以外，举凡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所有的地方政府通通反对，因为他们知道这对环境会有很大的冲击，所以7月宣布要解禁，9月立刻又恢复了。又保留。然后当时候新竹县政府的态度一开始也是像我们副局长刚刚讲的，就是可以增加税收、有工作机会等等。但是其实，在98年的时候，这样反复的态度就被监察委员有提出一个检讨报告，然后就当时候他们一开始是说，我们要创造工作机会等等。可是同样的，他们又新竹县政府本身自己呢又发了一个函说。
我们知道现在88水灾之后，国土富裕呢，生态保育是很重要的，人民的性命安全是非常重要，要不然就怕会有下一个小林村嘛。是，然后又说水泥产业供过于求，所以我们现在新竹县政府又不支持。所以说中央政府其实政策反复，地方县政府可能也政策反复。不过我们一个问题要更追究的是说，当时啊，西部行政院之所以会发布这个命令要产业东移，就是因为了解到西部的矿源可能会面临浩劫，不得再继续无限制的开采，所以他才要喊停的。大家对了解扩采案、复采案又会记起，不过呢也有会反对，这条反对的理由是嘛个少嘛个东西。我有先请问了解先生，你好，请问你是带着了关系的菜地见面嘿？我是熟了石山的火台的囡仔，放了石头吼，都该矿场放过来啊。矿场放过来是600公尺啊。那石头一炸滚那么远哦？600公尺放过来啊。今年咧，党委写讲佢的安全作业守则啊，50公尺啊。几只架写的哦，唔係愛寫的。所以圖文不符就錯嘅嘿。佢放到12排，放到愛木下來。哦，你一慢慢講都唔錯嘅事情。哦，你係安樣先。所以你排復採，你都要其實反對呢吼。當然反對，像我你種圖我來頭家講，佢全部你講嘅環境影響評估，全部講嘅係核燃嘅所在。好，你一條叫按到土石流警戒區域，嗰係哪邊咧？是樹丘喎。你睇樹丘喎是按金山13年、14年、15年、16年，全部都了地圖。好，佢完全都冇講到按兩片嘅東西。好，安樣嘅先睇啲咧，非常感謝你嘅先生。所以地方見面吼都按少呢吼，你其實言論按多嘅風險，你來搶那個阿伯，你有嘛個少年哦？你知道這個斷層的，這個亞泥要開採的時候，斷層在哪裡嗎？斷層在哪裡嗎？請問你環保局的副局長，斷層在哪裡？告訴我。我念地址，希望你不要騙我。斷層的部分考量是水土保持那邊的專業，不是在環保局這一邊。那所以說好 ，OK， 你要慎重，這一點你要慎重，好不好？啊，你要講嘅嘛，好，我盡量講。斷層，你要斷層是哪邊呢？春玉山廟，玉山咧太嚴重挑戰。該條斷層出到南湖啊，喺一放過來呢，出了會放下過。出那邊咧，出拍石下，呢一位行，頭過咧那邊咧，頭兩位行，兩位後背喺嚟斷層咯。出cái購物山哈，按落上流行嗰邊出嗰個。先生，你斷層係咪對你開採會有影響動危險係嗎？當然有危險。你兩邊開採時間，你土上我栽，那廢土我栽來去。環保局這點你要注意。好。你說要現場回填。那麼好，你回填的時候，該落水落嘅時間，該那一下啊，絕對會聽個石骨嘅細縫啊，石頭一定有細縫哦，細縫我聽得出來，你打出來是叫我下來，金玉有條毛線，死人唔知我見到啥啦。哎呦，安危險，莫放心。好，先感謝你個先生。你啊，你問吼採地嘅李總，佢都談到大家心上主要咧係咩嘢嘅反應，又係用一啲李總你好。因到里面嚟要求是清簡單，希望本里面有工作嘅保障。還有一點，透過亞洲船嚟冇做嘅部分啊，希望佢係咪復採嘅時間再來做，尤其係對里面嚟回饋，對呢呢項係回饋啊。有一點啊，希望亞洲船嚟來做。所以我講你係因到里面啊，睇啲嚟先爭條。好，感謝。所以里面有兩位兒方嘅意見係認為講呢個3年內做啲大同發展，對居民有好處，有回饋，係按用冇唔啲其他里面想法係嘛嘅先。有條件支持復採。有條件到底是什麼條件？是誰答應亞泥的條件？是亞泥跟誰談的條件？但是這個可能沒有傳到很多人。還有回饋金的部分，新桃電力1年關係證960萬，亞泥這一次決定要多少錢呢？有沒有一個數字？有沒有公布？為什麼這一次10年可以採250萬噸的水泥？它稅收可以增加多少？稅收多少？回饋金有多少？這些東西早就被計算出來，資料在哪裡？數據在哪裡？我們都沒有看到。要讓大家怎麼去相信亞泥做的事情是真正的呢？他的說明會，我想待會羅先生會講，就已經開得不明不白了。還有工作機會，
在亚泥的环境说明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这一次只要8到16个人符合他们条件的人，关系证有几个里，16个人1个人都分不到，只有半个人而已，而且要符合他们条件。好，没有问题，工作可以。10年以后呢？这次采矿是10年哦。10年以后结束了，这些人还有工作吗？没有工作，那又怎么办呢？是，所以好，谢谢。你听到村民甲上任吼，台题有2种反应吼。第一讲是讲了解亏空甲产业，佮对选挑环境居民为大类宪法方面甲安全甲维护，对啊，甲参巴吼，哎呦，台国又讲到，挑个做工厂甲时节就有碰死人咯，安危险，迄面部分真正有做咧多好甲关注。还有第二部分呢，讲到了个产业咧度动体做咧大类发展，有的是支持，不过有的也反对讲，其实了种发展唔系真紧嘅发展，因为大家都有好处，基本。也有我们亚洲水泥方的代表哈，其实也来讲一下，了解线上爱有现强门啦哈，因为其实大家说挑个当然亚泥做了关系才体有历史的感情、历史的记录。不过大家有讲到哈，过去的事情仿佛历历在目，曾经发生的工业伤害也好，还有环境生态嘅危害，其实大家讲到还袂降的呢，到底了摆面对的复杂嘅机会哈。了方面昨天用做保证对挑个重新嘅生活，你都有嘛嘅顺命吗？对，刚刚那位伯伯讲的题目，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好。那他重点他有提到，以前会这样，后来就不这样，为什么？我们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观念在进步，法律在进步，对我们的监督也在进步。所以以前以前没有规定这开采段子要多高，倾斜度要多少，所以后来我们都有规定，政府的规定，矿务局对我们监视非常的严格，所以我们。都是在这种政府的机关的监督之下呢，遵照这个法律的要求呢实施开采。所以刚刚那个伯伯也讲了，后来就没有了，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开采的技术还有你们要符合环保法规，现在有新的进程。可是事实上，在过去也停采了10几年，这10几年来的个空窗，你们怎么样自己精进技术，或者说你们可以提供怎么样的承诺保证呢？这个其实在我们民国92年停采之前我们都已经开始矿务局当中。已经对我们要求，我们那个段子已经改成多段，倾斜度也有改进。然后呢，我们都有参考，我们在这个申请复工作业的时候，我们都参考这新的设备、新的技术，怎么考量到影响，避免影响到这个居民。所以开采过去是整个山头开啦哈，整个产品。那现在有分段，有做平台作业，这是形式上比较安全。那不过现在开采可能是不是还要用到炸药或者一些相关的开采手段，跟过去是一样？是。那这方面的安全疑虑一样很大。一样，就是说以前像钻探钻探因为钻头长可能会偏斜。那现在也有新的技术，让这个钻头钻下去的孔可以垂直。可以按照我们的方向去转，是。那么如果说这个钻的孔偏斜的话，可能就造成炸药的这种集中。咱谈到亚泥方面，记得该立场最近全台湾风墨那几个产销的清空大家看到平均这几年来的这个历史，我们看得到大概都是在1400到1600万公吨的生产量。但是我们的量是不是生产到太多了呢？因为国内都用不到这么多，平均6到7成左右是内销，是提供国内的市场使用。那太多的水泥被挖出来制作出来了之后，总得囤到武汉没会卖出去，所以将近有2成到3成是外销的。所以我们的市场是不是供过于求？但是我们开挖的是我们山林的血，我们山林的肉来把它卖出去，是这样子吗？我们听应该有请我们谢律师。其实看到讲，我们虽然推展说这个水泥业产业，这不得不只有在国内市场需求的时候供内销，不应该不鼓励到外销。可是目前看到是不是这个市场的其实本身是失衡的？亚洲水泥自己的年报、自己的统计资料，他们从过去4年维持30%的一个外销率。在他们今年的2015年的股东会手册也说，我们预计我们今年要对外销售149吧，我还是没错，149万吨公顷，所以他们还是要持续外销。但是在他们的环评书当中说的是什么？我们只供内销。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在采矿业不鼓励外销，原因是因为要保护我们自己本土的山林。不鼓励外销，我想是因为近年来大家这个环保的声浪比较大，然后大家都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它慢慢的在前2年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政策，就是说我们要来做一个总量管制，我们要压低我们的外销的这个量。那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总量管制是不是真的有效？它其实
不算是真正的逐年减量的一个总量管制，而只是说我们每年10月来评估一下明年要用多少。那很显然的，它评估的显然就是不够准确，不然怎么到了这么多年，评估了几年了，产销是失衡的，产销还是失衡的状况。那它为什么要让它可以持续的外销？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水泥业它的旋窑是不能停。因为停的话，重新复工呢，它要花很多的成本，可能要花1亿多吧。它为了不能让它停，让它一直生产，所以他们多的怎么样，就低价外销嘛。所以是其实为了节省谁的成本。所以为了省钱，所以它会继续卖。今日其实安尼也就要强调经济部空务求中类啦哈。不过矿务局是讲他们不客前来，安尼也有访问到副局长吼，佢到对那个副采案，到底那个社会上亏空嘅产业朋友有必要顺采，建议我讲嘅安尼咧谈。水泥产业有一个特色，因为水泥做出来它保留期限大概在3个月到半年之间，就是说一包一包水泥做出来，那水泥窑是有一定的量。那运转你要么就停窑，要么就是维持一个最低运转。那最低运转量因为我们经济有高有低嘛，那你要维持它运转，它会有多出来我们多的量，它可能就外销，不够的量就要进口。那各位可能要晓得，因为我们要如果别人正在经济成长，我们自己也在成长的时候，你买不到水泥，因为他自己用都不够了嘛，对不对？那是当别人有的时候，是他经济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买到这个东西。同样情形，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经济不够的时候，我们哪里有余力外销？我们还要进口，对不对？所以外销事实上是在产业界它是一个调节的。工业局有定一个水泥这个外销的管制措施嘛，他们会到就是说从30%，然后到109年的25%，然后再减到25%，然后20左右。谢律师，我先请教一个问题啦。副局长已经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提到说，其实这个开采资源矿也是不得不的手段，所以要尽量控制在它的范围，它的量要逐年的降低，或者是要少量来开采。也表示到说，其实这个石灰石矿或者采矿行为的发生，不会对环境周边的生态产生直接的破坏跟伤害。他们是这样说的，是吗？官法第19条就说了因为矿业工作你会造成邻近的矿区以外的矿区以外的土地所有人或是其他关系人的损害，你就要负责赔偿。那就代表什么？法令是知道说它会有伤害的，其实是会有其他伤害。纵使在环评，它是一个风险控管，一个预防原则，尽量降低它的损害。水保也是一样的概念，但是不代表说你完全依照法规走，你就不会发生损害。否则，矿业法第49条不会规定这样的一个东西。那刚才很多我们的乡亲都已经讲了，我们有人员的伤亡，有房屋被炸毁，这都是事实。那所以，即使他刚讲那样的话，我是觉得是不是有点有失公允啊？好，所以一个政府部门咧考量一个规法案，当然讲法律方面为了把关，不过人为上的操作，还有我们现在无可预测的天候环境也好，或土壤条件也好，很多都是往往超乎我们人类可以预期的范围。所以一旦走心送回嘅时节，像安尼阿参巴和多多提高公道，对基督武下产生的安泰跟误会，然后送回嘅时节，到时节有人用嘅山哦，安尼现象下，杨皮国准咧会继续咧讨论，真紧系到关系为了负债了嘅实惠实控，会用得做，就系真紧做啲公大义，又系讲。种树摸会做嘞。全都出面台会甲讨论现场你根本咧系累到先做个关系呢，透过开采那个社会实困都已有名啦不过开采的安动烟类对当地当然未重新的部分厂土个送回啦当然也有部分个经济发展，你系两面个问题。你听起来就10公年过后，你系有个开始提供，当然倾向还系完全冇强了个上任，然后记到个立场。你过来看过一团样片，来谈记到主要个反对理由系乜个？我转到现场继续讨论。父母呢係建築必要嘅原料，透過礦石嘅開採同加工，本建築物實地完成。不過父母呢業，實係一個過好呢個污染嘅產業。之前有專家研究，父母呢業同80世界污染行業當中，總鮮廢微粒嘅排放量係第2名，
硫氧化物同碳氧化物是第一名。水泥矿它其实是一个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在水泥生产的过程当中，它需要用1400度的高温去烧这一些石灰石矿，然后呢，在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碳氧化合物，还有二氧化碳。也就是说呢，这个它产生的碳氧化物，除了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我们在西部的这个空气污染以外，它的那个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会让这个温室效应更加的恶劣。就会因为服务能力嘅高风险，本环保团体对于新竹县市嘅玉山矿场复采案当关心，同时表达反对嘅立场。另外，当地嘅河坝水目前係因为停采新能源了后，將要按清理嘅水，不過有議員設立复采會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未来开采之后，如果废土区域仍然还是在那里，那它可能对于下方取水口可能造成的威胁是没有办法估计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它可能废土的区域到底会是在什么地方，但我们非常确定它会影响到下方的自来水取水口。那周边的生态的问题，有很多我们还没有正在生态的报告里头哈，目前环境影响评估会议的报告里头有许多生态其实都还是没有被完整的被记录下来。那有可能是因为抽样的关系，那对于当地的生态所造成的影响也几乎没有办法估计。那这个都是有很大严重的问题。半年外司機節點清嘅山項，因為發現天底下有石灰石，所以進行開採行為，環境也因為咁嚟改變。可能到過去環保意識無按施行嘅情況之下，企業、政府同民眾攏唔會特別關心環境影響。不過等等時代變遷，環保變作普世價值嘅時節，開發需要政府各項嚴條嘅審查，將是為居民嘅生活環境把關。礦礦算係小伙子研嘅求產業，不過佢要做啲台內部分提供嘅就業機會。那個求產業到底會天體還係會轉型？係講那個問題會解決。可能我們現在如果還要讓這個產業繼續存活的話，我們可能要真正回歸到制度法規面。到底呢啲下做啲健康嘅空間到哪位提供嘅鄉親對了解礦礦業嘅復採，佢都對提供直接台內嘅送回，佢都會少嘅。有係咪會受到大家關心？也係大家注意哦。現中也匯豐本大家哦，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其實針對這次的復採案，你們還有什麼是真正是地方居民非常擔心，而需要公部門或者是開發方要能夠具體聽到的？你啊，去年前年的時間，你看，我哋到了嗰種廢土場以外哈，下袂向嘅。嗯。到了下袂向嘅種所在，你看，全部變落安樣嘅。哦，這個廢土坍方攀下來了，係嗎？哦。好，你看你見過？哎。到了上向，啊，你話下袂上15米下去。哦，真正哦，嗰落台水安樣散派嘅，那全部。你啊，還冇講落台水嘅時間啦。還唔是落水嘅時間啦。哦。因為記得為廢土場嘅時間哈，地板都空空落落，所以他們現在地下水位的上升，影響到我們這鄰近的山。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很擔憂的就是什麼？這一座它的廢土場要說整個垮下來的時候，我金山里的居民沒有一個逃得掉。真的？那現在廢土場看到它的一些植生樹木也都長出來，這些還沒辦法固定它的土壤，還會危及到下方的居民，係嗎？這個地方是它的廢土場。哦。我們這邊的海拔只有200多公尺，可是它廢土場400多公尺。很卡夠。比我們這些小山還高，所以而且它的重量加重度，你看我們這邊我們的林線就是說很淺，不是說很深很緩的坡，所以造成你看整個地面的撕裂。不過你下邊有大人麼？有人通過見過麼？你冇見人嘅下邊下，就是一個社區。哦，有一個社區在哪裡啊？就挨到蘇克沃的社區。蘇克沃。蘇克沃就是那個宋先生的，哈，老啊下那些改變上面全部他。所以挑過礦採首先那個所謂的設施場，那個廢置土嘅問題都啱啱解決，你後復採係咪有很卡多問題？先感謝那個先生，過來搶那個一片嘅李總係嗎？係，你好，你哋修理以前乜解喏？玉山石礦吼，其實當多年考慮吼，高量太人吼。帶來青島嘅繁榮也青島嘅帶來生機啦，生計啦哈。但是呢，因為
环境的变化，吼，然后极端气候，所以讲，一下一年的水啊，3日2日是落下来，吼，冰山、乌山呢，个机会非常的大，吼，因看到4、5年前小林村，听下罗振宏先生也有讲到，伊也唔想因金金山变到小林村第2，所以讲，假使讲了环境保育、环境影响评估冇做好，我想大家都唔会同意，吼。我担心要迄安样去。好，所以大家唔会安心啦，系讲去做好前期，阮真该保护处事。不过大家信任会得么？还有其他村民也反映，然后意见表达出来，了解欣赏。开采与否啊，不仅仅影响着关西镇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还影响着新竹厂存废的问题啊。因为目前啊，新竹厂的那个原料是从宜兰跟花莲运制过来，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然后最近几年那个油电双涨的因素啊，造成新竹厂目前是属于亏损的状态。你现在就是在亚你的新竹厂工作吗？对对对，我是现职的员工。是。对。那所以其实你们会谈到说，如果说这次复采案如果不成功的话，直接冲击到就是员工们的下一步。因为除了新竹厂现在的现有的员工，还有相关产业，及附近商家的生计都有靠目前水泥厂的。另外我们想针对一下在座的环保团体，或是说在座反对的乡亲，你们的抨击我们也听到了。我是想说，你们可不可以同情一下我们这些基层的员工？我们有子女有父母要养，就是针对环保团体他们抨击的时候，想有一句呼吁一下，你说，拜托你们不要用那个，就是为反对而反对，好不好？可不可以你们用监督的角度来关心这个开发案？这位先生提到了哈，反对这个开发案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没有其他的顾虑吗？是这样吗？没有顾到在地居民的生活权益？那时间我也交给这位我们环团的先生代表。那我们长期在追踪现在全台湾各开采矿业的一些问题，我们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以前都是在没有环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譬如说这个4分子的舍石场，它在过去没有环评的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竟然可以用这一种就是弃土堆成山的方式来处理。那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环评法了，那所以现在这些采矿他们才必须要进环评来受这样子的监督。可是呢，我们却发现说，在这个整个环评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资料是不实的。譬如说，刚刚宋大哥有说了，那个土石流浅层溪流，全部的居民都知道那边有曾经发生过土石流。可惜的是，我们在环报告上完全看不到。譬如说，4分子舍石场那一个资料，明明大家都知道那是土石堆起来的，可是环评报告上他写什么？他说这边是旧矿场。而且不是弃土堆，像这样的东西都写在环评报告上，让我们不确实，确实它非常不确实。再来是他把这样的一个案切成3个案来处理，我们从来没有遇过，而且他们3个工厂是联动在一起的。我们就问一件事情就好：如果今天3个厂，其中1个厂过了，其中1场没有过的话，那这3个案要怎么办？好，你这个部分既然那么重要，我也先来请教我们的副局长。其实你也听到哈，现在地方民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如果都是开采过去的同一块地，它只不过是复采，那何必大费周章的切割成3块？是为了规避什么吗？是有打算什么的算盘吗？这方面你可以说明一下。这一次他们业者提出用三个区块的话，可是它3个区块都是超过环评规范面积，所以需要做环评，所以这3个它切开来跟不切开来都是要做环评。那就我们最近2次有去参加会议，里面也有1、2个委员有提出来说，因为他审了第1案之后，在审第2案的时候就说，为什么问业者说这个案子，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共构的设施跟需要利用的像滞洪池这些，可能都是一体的。所以有委员提出来，是不是要合并做审查？那这个部分可能要业者那一边去跟环保署的环评委员那边去做回复，去做认定，是不是后续需要做合并审查，一起来考量整个区块的一个安全跟稳定来做考量。所以说切割成3案，其实无碍于它的这个环查审评的这个公正性、公益性，都是一样会环评的啦。这位我们环团的代表有听到声音了吗？
在环评委员上，环评委员并不是这样的说法哈，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切割成3案来环评，它对于同一个集水区、同一个地区的污染量这些东西全部要加总计算。所以这件事情切割环评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的事情。不对。环委其实很清楚的说到这件事情，但是环委讲的比较委婉，他是说建议亚泥如果有诚意的话，你们可以自己3案合并来处理，要不然就交由环保署来执行这件事情。我们觉得这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程序正义。再来是像这样的一个，譬如说4分子的问题、土石流的问题、下游自来水的问题、空气污染的问题，这些加总起来的问题。很明显的，我们在现在的环评书是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影响，所以我们是认为像这样的一个案子，它应该要进2阶环评，它应该要提出更多的数据，而且亚泥应该要主动的提出说，因为对这个地方有影响，所以我们提接做2阶环评，也减少这个开发程序。好，那我问题应该要请问了解啊，你了应该推标啦。对下向前出体有公道，了系伊个树叶个寄回了希望整个，也公道了下慢慢开始复采哦。不过跳过就留下咧动到个问题，从跳下上片了看到动到个那个放体个撒下对到个打无产生危害，所以跳个事情恐怕这个压力都没有办法处理，有用咧保证人白有用做呢。我想各位穿的鞋子也是越穿越漂亮，房子住得越来越好。那水泥的生产技术与方法跟40、50年前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在进步当中，尽量减少对这个环境的冲击跟危害。那现在的不一样是，有政府非常严厉的在监督着我们亚泥哈，在开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环保、水保。这些防治措施做好以后，才可以进行开采的动作。那所以可以请乡亲们能够放心。可是要怎么放心？我先请教一下，就是刚刚我们的环团，他一路在这个环评开会的过程中，你都参与这个整个过程，发现其实亚泥在推这个开发案的时候，很多的资讯资料可能就不够那么确实，对，也没有直接反映当地的现实状况，所以一开始就让人家觉得多少难免有点信任风雨飘摇。各位乡亲也请放心，这个环评委员啊，他在审核的过程也是非常严谨的。这些环评委员有很多的都是专家学者、教授，他有可能有考古学者、有文化学者、有水务的专家，甚至他对蝙蝠洞他都有意见，要我们调查蝙蝠到底在这蝙蝠洞里面蝙蝠的种类到底有多少种，连这个你看细到这种程度。好，先感谢了解共识风明该推表。谢律师，我问题请教一下。其实今天也谢谢亚泥方有代表来到现场来做澄清跟说明。不过他们立论点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于说，现在的法规完备，环评审查机制相当的高规，所以他们想要这个有钻漏洞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基于这个立场，大家应该放心，而且这个工程做下去将来风险是很低的。阿勇改拱翻律师，你这方面是不是也要补充？我想如果你如果真的是这么有诚意，要依照环评法来走，那我们是不是第一个自己有诚意一点，大家就合并嘛？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没有错，环评审查是我们现在加进来的程序，但是我们要知道环评有分1、2阶，刚才吕启有讲，1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对环境有没有重大影响，第2阶才是我们讲的，才是真正的环评，因为它会把所有的环境因子列出来。好，我们要求在地乡亲居民的意见才有办法充分的表达，让他们去调查。好，要求说，开发单位你要调查更仔细，要调查多久，怎么调查，那样子做出来的一个报告才会是一个真正能够忠实反映的报告，尤其是3个合在一起，那才是真正的环评。讲实在的啦，环评委员就直接讲了，他们的生态报告做得非常的差，所以他们似乎又换了一家公司重做。然后再来讲说没有提到的这个舍石场的部分，那个土石流浅势溪没有去判断的部分，3爆破的问题。所到沿线影响的问题都没有评估进去，还有加上未来水泥运送到水泥厂生产量产生的空污，都还没有处理。所以显然而见，这个计划还有很多的瑕疵。如果真的有心要做到好，可能要自我提升到2阶去，再进行更高规的审查了哈。副局长，我也会请问啊，当个阿爸又拿出安度个相片，通帮讲到挑过个废铁个那少吨多个片，完全没处理的，系讲露台水，还不是讲露台水哦，就对嘛个上边老啥，记得都动危险呢。那这个部分是现在开采前的现况，应该也是要纳到整个环评里面去考量的一个范围。它现在是现况了，那你现况是这样子，在你的开采的过程，是不是针对这个现况会有风险？这个部分都是要纳入环评去考量的。那当然，假如
经过环评的一个审查的话，在县政府这边，我们各单位除了公安、劳工处这边做处理之外，我们环保局这一边，大体处理就是空水废3个领域。那空气的部分是它的有易散的一个污染源的一个管控，还有固定污染源，这2个污染源都是要申请核可之后才能够去运转的。不过呢，主管了解扩控事业嘅紧急铺盖空屋区，到底对了下民众到了解社会现推咧吼，记得对那种传统嘅扩控业，记得嘅修理，政府方做得做到用个嘅把关，就系做得保护财体见面，你对唐基人用个讲诶。他有开采计划，他也有水土保持计划，然后也有环境影响评估说明书，那这样去检查的话都没有问题啊。另外，我们平常在监督的时候，我们会针对矿种。它有不同的监督检查频率。那除了之外呢，我们还会针对它环评，如果它有对它有一些做它的决议让它做的事情，我们会在检查过程中一并去检查。那平常除了我们矿场检查之外，水保单位也会去检查，我们会去看它有没有按照我们开采计划，有没有在指定的地点，因为它开矿一定要在一定的地点去开，然后它运输道路从哪边走。然后它加工啊等等，还有运输的这个频率等等，它违反开采计划的话，有安全的话，我们会或者说它对环境影响不可维护的话，我们会限制，要它改善。那如果它不能改善，它就没有限期改善，那我们会要它停工啊。另外一个就是说有立即危险性的，我们马上要它停工。对咧讲到，其实水泥业在台湾，它是一个寡占，而且是个垄断的市场结构。你有头领导问题可能要想到了解部分。我们知道说，台湾的4大的这个水泥龙头业，我们知道台泥估嘉嘛，我们的亚泥是徐家，还有我们的嘉兴跟建台4大的水泥公司，就占到了我们全台湾60%以上的水泥市场。那一年全台湾的这个水泥的需求量是1500万公吨，那1吨水泥的成本利润超过80%。还有损失率很暴利哈。好，就算是厂商有本事赚取这样的钱，不过我们也要知道说，它是非常高度的使用的社会外部的新本呐，就是你改善，你改水，你改土地，那咧开发采空处咧传到改迁，就下出面讲到，俺了下也会是铁路啊，也会存钱咧有贵妇太势。不过呢，这真正的利润是进到谁的口袋？到底是企业家纳走的钱，那我们的小工人只领到了每个月的月薪，那我们的地方所有的居民得到的又是什么呢？明天我会请问现场也就出面，做咧到咱分享大家困法有系嘛嘅？我们先给钱志佳。上正业有个部主事有讲，因为台湾的奶水产业最大2间公司，台奶到亚奶、珠水奶，佢2间公司连续2年2月，佢的月营收系逐渐降低的。下降的。是下降的。然后，但是佢的外销都中国大陆去，佢是你啊，大家伫讲解亚洲投资银行嘛吼，佢其实是拿外销伫中国去投资中国的基础建设，甲大家实际上啊，你用别台湾的产，你2间公司来别台湾的产，卖你台湾这个土地的资源卖本中国，钱传嘛噻，台奶传去，珠水奶传去，你民众百姓冇传到嘛个。好，感谢你嘅先生。所以，你嘅民众百姓也会存钱，也会好好生活。你做得利用嘅方式，但强系到风魔奶了解亏空产业咧做些长做啲存钱咧落实嘛，还卡嘛个就系对你财体嘅生活，系真紧有下冲然嘅想法下好处。唔系讲了单单因为政策问题系好多一个太轻呀。你个跳过下半个两团新闻报道，我咧继续分析讨论。你喺玉山礦場進行嘅建設，一台一台在運定小排車嘅流浪當途運行，停定2003年採礦見到期，拖山行嘅礦石慢慢運落山了後，呢幾年只看到流浪車頭出，卻冇看到流浪車。另外一擺複雜嘅開發計劃當中，攏有講到創造產業機會，吸引人口回流，就有議員提倡，產業唔應該係產業發展嘅第一條件。
要不要有，就是说扩大或恢复这个产业，其实是一个地方民众跟环保的一个考虑的问题。但是不要作为说工人要有工作就非这个不可。外界角度来看，永山礦場復賽嘅開採計劃係10年，要限要料後運送同加工5年。復賽案同地方實際帶來15年嘅工作機會。不過15年了後，嗰度因為採礦嘅工藝更加細膩，所以地方產業發展應該對長遠嘅視野來規劃。如果一定說非做這個，否則就工人就沒工作做的話，那不過是把現有的問題再延續個10年或15年。我想很多新興的產業，不管是觀光還是其他新的也好，還是要看它有沒有適合在當地繼續發展的，然後讓年輕人能夠願意回鄉留在鄉下。你說以礦業來說，可能很多年輕人不是喜歡願意投入這裡的可能不多。那麼如果希望我們家鄉的年輕人能夠留在這裡那我們還是要對這個當地的產業發展結合當地的生態多一些想象。先莫講環保問題，因為產業流通嘅研究同產業消失了後，今個工作期應該係企業同政府愛思考嘅。另外，產業實體性同運輸也係相關單位必須好好規劃嘅。希望10年、15年過去咧，企業創造錢，勞工拿到薪水，地方發展要得到乜嘅？都樣片都安尼看到講呢種產業都地方做得大類創業機會，你個安尼也啲安尼關係，大家都講係創受響嘛因為安尼兩片嘅農業應該研究落實台要合作，農業家咁適合去做一樣開礦嘅產業那可能係咪針對所謂嘅應講係增加創業機會係增加要增加麼？現種嘅出面鄉親朋友先生你好，就係講你係要種上映講你嘅產業類做得大類地方嘅反用，你係關係財庭，你係安樣看的嘛？台灣嘅經濟發展到根本要限來做呢種邁向土嘅一隻產業呢種呢係公民意識的一種恥辱啊！日本人怎麼做呢？40多年前，他已經明令禁止水泥禁止外銷，而且呢，水泥廠呢是讓你自生自滅。到現在20-30家水泥廠，剩下3家。這3家在幹什麼呢？幫政府燒垃圾，因為他佢燒嘅能源啊，佢要燒垃圾嘛，一陣用垃圾燒起，政府講勉強不宜損財，呢係日本人嘅做法。你台灣人咧，你台灣人啊，你係做唔到安尼咯，所以本地嘅產業貴轉四天去，唔係貴轉四倍來喺我因為呢啲客家人啊、客家田上咧講客家文化。你客家人講得山按到量乜你為了山要冇啦，冇執為要河下倉嘅別山唔好係嚇，你當從咗嘅喂，存錢唔好實質實順還有阿伯也係財體你嘅鄉親你阿結講創業機會啦，地方發展。重點呢，我哋帶到拍下下㗎，最我飲最高一磅嘅會所，最多是500公尺，我是得唔到。我今日全部係都冚下呢。咁樣。啱做我就收片。你講愛做，我冇反對但係要做安全本來，看我同佢傾名係咪？屋做安全。水保50年前我哋是本咩喺馬尾愛屋上水路邊牆上只係沙石嘅下來橋吞太路來，我拍下全部係受災殃係講安樣從呢度到時即係咁樣也唔是嗰種嘅我從兩個用蚊就變做落去，我答應我用蚊先做。因為從點啲人百樣嘅辛苦。好，非常感謝。唔得當界開發產業，就算有人創業機會，不過也會顛倒回業冇創業機會，冇生存嘅環境。你係咪係一體兩面，大家強個思想還有鄉親朋友會反映呢，係冇？來，本愛第一位我想我拜託副局長轉去而老安尼訴求無愛人來心上講本政府堂，因為你全部讓向評估報告，全部都會做5倍，全部做5倍。你訴求無你條無，你讓幾人聽？
好，该石山离15里，垂直该水平垂直距离无超过150公尺。好，该是个青岛人，大概位个，你啊台风高铁啦，吼，你啊迄纳利台风高铁，伊俩空气个个路况该土石流该流下来啊，流差不多300公尺。好，按永远吼，严重影响我们居民的安全。好，你要向副局长，你听他转移来转达。好。你现场咧动动向心哦，记者也就动到尾会讲吼，我继续请记者咧反映。那个阿邦你好。我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啦，因为我们后山还有300多甲土地，不是我自己啦，大家啦哈，好几十户人家啦，都要经过亚泥那个道路。我希望我的意思说，最好是不要开采啦。如果有真的政府又有那个政府认为有必要开采，环评有通过，不会危害我们地方老百姓很小。另外我因为今天亚泥的有代表来，我希望他以后在那要采矿的矿场很宽嘛，在那个周边沿有道路的边边给我弄一条水泥道路，不然的话我们走了50几年的泥巴路啊，好冤枉啊！刚刚干净的车子上去。肮肮脏脏下来，所以提出来好好做，好规划，对，一定要规划。好，这是我的心声，不是代表我自己。我那后面300多甲的土地不是我自己哦，40-50个佃农的啦。感谢那个先生，谢谢了哈，谢谢。还有那个，拜托你要带上去哦哈。我个啊，个种个年啊，我都有40万个树叶要砍子啦。本地个产量，个都不是讲种的呀哈。个都按照样板的啊，土石流本地。从啊过来啊，山龙坡爆长吼，我一感冒治人家10年了，我都没投入啊，个感冒给他损失掉了，没有啦。个剩饭用个啥冻库呢？就按照基就补出300包的水泥。补助水泥给你，你用会多么呢？300包要做什么？我给建材行才3万块呀。你要3万块。我那一年的损失啊，降吗？我干木好50万以上去，那多个300包难想哦，有人亡吗？好，还有俩快风事件哈，俩大家都反映。他在生态调查的部分，俺都该好把俺都俩薯条的好把，总共只有7条苦花跟石斑啊，然后当到那个聪明啊，下开的东西没咁简单的。该保育这生物袂摸写，通啊摸写，唔係講喺度唔反對邊個，係講正經嘅事情，莫講好笑，莫騙喺度，清清楚楚寫到清清楚楚，不喺度明明白白，喺度地韓白嘅樣板做，該水咪記者寫講韓白係多提水嘅事情，該好白不是強啊，該唔係講愛講啊，該記得那一次噶寫單個寫清清楚楚哦。好，所以那个快风、那个快空散呀哈，对那个空气呀、水个污染可能那个压力都有，还有对景观个破坏，还有大家就讲到吼，那个可能对那个动植物个生存也会产生危害，所以大家都全部关心呀，所有那个事情，当然也是政府会好好把关。当然牙奶那片方面个重新代表也有意见会讲啦。4分子舍食场我做一个说明了。好，你讲讲。我们4分子舍食场87年我们停止堆积了，那么89年我们完成整坡直升绿化。目前啊，林木并茂。对，我们刚刚看到照片，果然是有长草，可是但有时候它还是会滑下。刚我们看到有土为证。所以我这个要做一个解释，你知道？我刚研判那些照片哦，它不是我们舍食场那个地方崩，是我们舍食场北方的一个高地。它崩下来了这个东西，所以跟舍食场无关，舍食场安全的。那我现在就说明了，就是说，当初地方上也有澄清了，那水保局有要求我们要做这个 GPS 卫星位移监测，所以我们在这个民国88年到92年这样，我们针对4分子舍食场了，我们总共进行了13次的这个 GPS 的位移监测，那么这个监测出来的结果呢，这个都是符合安全范围。也就讲，我们的舍食场并没有去，所以过去开采并没有留下什么历史伤痕，都是解决掉的。对，这个监测报告已经送水保局核备在案了。
那所以说这个案子哈，应该是已经有一个结论了。这样。好，谢谢。不过这边隔壁人一直摇头，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他。啊，你把意见举出来。不好意思哈，我们必须要在这边严重的抗议这样的说法。我们在环评会上已经跟你说了，你不能拿一个13年前的监测报告来告诉我们现在没有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没有地质专业人说的话。以前10多年前没有发生崩塌，没有发生这些位移的状况，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雨量、环境状况都不一样。好，所以其实潜在各种环境的危险因子，亚尼这边代表也希望听到现场所有乡亲朋友嘅意见，两方面应该会好好解决怎样办法啦吼。好，问题时间我全部安尼甲副球总，乡亲也有讲到，你下对政府嘅开发嘅审查嘅计划，还有你嘅开发方提出来嘅顺面，佢哋还系冇办法政府，还系存在多问题。你大不让政府系呢度都细谱。12个石灰石采矿的保留区里面，第一个跳出来县市说好，欢迎来复采，你对我中央嘅报警哦。这个问题我先回应一下哦，他的环评书是送环保署审查，中央环保署审查，所以县政府都不用关心。审查单位不是在环保局，当然我们会有收到他的副本，可是审查单位不在环保局啦，所以我们可能在整本的资料没有，我们没有审查的权利，所以我们不会很仔细的去看。好，那当然但是开采的地方在我们新竹县境内，你们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规范。那我们去是站在地方政府去维护环境的一个角度去参加这个会议。当然，我们现场也很多我们环保团体在关心，他们也有非常专业的一个监督。好，那这边我们会站在一起，好，针对这个开发案，好，让它做一个比较合理，好，反映现况的一个环评审查。现在大家也看到吼，其实让政府那边吼，环保局那边做的顺利，其实没几多啦。谢律师，刚刚我们乡亲也有讲到，反映到了，其实我们的亚尼员工有好多都在场，他们有讲到说，那是无先后够好巴斗，啊是要安那够合作，好像变成是经济跟这个生态是形成对立，可这一定是对立的吗？如果这两个的争执拉得越长，越晚有共识的话，可能对我们的整个社会的进步都是一种内耗啦。我们像很多矿场了，我们举例好了，石碇以前什么煤矿，金瓜石采金采煤，然后车城以前是伐木工厂，也都没了，可是人家现在转做什么？观光休憩制酒。所以他们不用复采，也能够透过别的形式来创造利润。所以这是当地这些又是一个很环保的一个产业，大家而且重点是这些赚的钱，这些产业的钱回到谁身上？回到当地居民的身上。是每一个人。没错，我们再回头看看，刚刚有人讲到回馈金等等，那我们就回去看嘛，看东部秀林乡拿那么多回馈金，年轻人还不是一样走了，没有回来嘛，一样没有回来。那秀林乡拿那么多年回馈金，有了什么重大建设？有了什么改变？没有嘛，年轻人依旧外流。那大家还要这样子吗？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了，是不是我们转型一下，做这样的一个改变，让肚子可以顾到，环境可以顾到，每个居民的经济也都可以有发展，这样才可以真正的吸引年轻人回乡经营这些观光啊、旅游啊产业嘛。好，非常感谢律师嘅讲法。安尼讲到吼，大台慢少了解市区系为慢少短期嘅，还系为慢少长期嘅。安尼采体嘅发展，系为古道两下嘅发展，还系南北未来嘅发展，那都会大家好好嘅考虑到。当然，产业有及选材上会继续下去嘅市区，不过提风还有环境还有生态咧三方面，他们都会顾到到。当然，政府方面嘅把关非常安重要，大家嘅思想可能也会重新来整理。以上系出面台会来到关系来投入。了解议题，也希望了解议题做得继续嘅发酵，本大家也看到安样嘅情况，做得对台湾嘅未来有很较好嘅想法，也值得大家来努力。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哦，也感谢大家收看，安尼再会。